小朋友，你哋好啊！耶穌喺今日福音講咗一個故事，有一個有錢人，日日都着住好靚、質料又細緻嘅紫袍，每晚都大宴親朋，夜夜笙歌。但喺佢嘅門口有一個名叫拉匝祿嘅窮人，身上生滿爛瘡，佢飢寒交迫，連宴會中嘅飯台上掉落地下嘅食物碎屑都想攞嚟充飢，甚至連狗都可憐佢，都會嚟添佢身上嘅傷口。後來拉匝祿死咗，天使就帶佢去到亞巴郎懷抱裏面。之後有錢人都死咗，俾人葬埋。當佢喺陰間受苦嘅時候，佢望到拉匝祿同亞巴郎喺遠處，就大聲求救話：亞巴郎爸爸，求你叫拉匝祿用手指頭沾啲水，俾我濕潤我嘅舌頭，因為我好口乾，好辛苦啊。但亞巴郎就答佢咁話：孩子，你生前有好多享樂嘅時候，當拉匝祿受苦嘅時候，你一啲都冇理過佢。而家佢得到安慰嘅時候，你反而受緊苦。我幫唔到你，因為我哋中間有條又大又深嘅鴻溝，好多人想過去嘅都過唔到。有錢人又話：咁我求你去我在世時嘅屋企，我有5個兄弟，我希望佢哋唔好學我咁，要悔改，唔好似我咁落到咁痛苦嘅地方。亞巴郎又話：你嘅兄弟連梅瑟同先知嘅話都唔願意聽，咁樣就算我同佢講死人復活嘅事，佢哋又點會信呢？小朋友，今次耶穌嘅故事好深奧，但又好重要。佢教咗我哋，希望我哋會明白啲幾件事。一，有財富唔一定代表幸福。有錢人雖然好富有，但如果佢唔去關心拉匝祿咁樣嘅窮人，令到佢喺生前得唔到憐憫同幫助。二，我哋要憐憫同幫助別人，就算我哋唔係好有錢，但如果我哋可以用自己有嘅能力去幫人，對人好，天主會知道㗎。三，係在生前同死後嘅時候，我哋做咩嘅選擇好重要。如果生前只顧住自己享樂，唔關顧其他人，就可能會失去同天主一齊嘅機會。我諗下，我自己有冇時候只顧自己嘅享樂，忘記身邊有人需要我嘅幫助呢？如果我見到窮人、病人、孤單嘅人，我會唔會願意分享、關心佢哋？我係咪聽梅瑟同先知，即係聖經嘅教導呢？我係咪肯悔改當初同改正自己唔好嘅行為呢？親愛嘅天主父，多謝你用今日福音教我哋憐憫同分享，求你幫助我哋打開心，唔好只顧自己，而是願意愛人、幫助人。願我哋嘅行為好似拉匝祿咁得到安慰，亦願我哋唔學有錢人嘅咁樣，只顧自己享樂而忘記去愛人。阿們。